请问饼仔骨就是热骨，啊，这个饼是饼啊是啥物？恁敢知 ？A. 竹啊做的粿啊 ，B. 就是身躯边的意思 ，C. 饼尖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冰拉骨，饼仔骨，冰拉骨，应该恁拢会晓煮菜应该知影啥物是饼仔骨啦。饼仔骨就是表示讲伊介有的意思。冰拉骨热骨啊，系啊，热骨啊，系啊，我感觉是啊，为什么叫做冰啊？吼，因为冰啊就是形容很细嘛，介油嘛，是，嘿，介油的意思。啊，你甲看迄三个答案。B 是不？我的 B 去掉，我们用删去法，那个 B 就不行了嘛。答案对对。啊 C 是什么？那个小小英姐姐爱讲台语，爱讲台语。冰尖嘛，冰尖是什么？冰尖嘛，冰尖。冰尖是什么啊？别针。哦，冰尖是别针。冰拉骨哦。啊，你是不是？冰拉骨就是。这个做的粿啊？我再想一个，搁我想一个，时间敢够啊？啊未40秒，冰要到啊啦。冰拉骨，冰拉骨的，好啦。B 好啊，用 B 好啊啦。B 啊 ，B 啦，系啦 ，B 哈，B 哦，冰啊，可怜，愈可怜，叫伊的音介绍啊。你想愈无可怜，就是伊的答案。对，赞。可能要1万块嘛，对不？倒冰箱，倒冰箱，倒冰箱。来，安尼，你的答案是，我的答案是 B，倒冰箱。身躯边的意思。咱来看者，身躯边的意思。对唔对？嘟嘟安尼造诣啊啦，吼，来，换恁的机会咯。机会来啊！机会调出 A 甲 C。阮通多是约因的约 A， 那是 C， 嘿，那是因约 A， 我唔得约 C， 结果伊去约 B， 我袂晓约啊。啊，不如来 A 好啊。A，因为伊安那迄边仔吼，迄字写顶管就竹啊，竹啊头。你无代无是写一个竹啊头要创，可能 A。好，确定。好，咱来看者。竹啊做的粿啊，对唔对？对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啊，伊拄了讲了真好哦，竹啊头，所以这是竹啊做的物件啦吼。对。古早咱无像即摆有遮尔济这个建材是讲材料啦吼，所以以前用竹啊做的物件足济啦。啊，这个饼啊吼，较早就是咱若讲咧拍米粉有无吼？米粉做爱拍偌大嘛吼。迄个竹啊的粿啊，还是讲咱人绳吼，顶面迄个嘛是叫做饼啊，人绳饼啊，吼，咱咧做物件是有一个人绳饼啊，啊所以迄种竹啊，啊咱身躯这吼，一支就敢若迄竹啊边迄个边起来安尼一支，所以咱管这里叫做饼啊骨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